有啥物话要讲，紧讲。我会用叫恁出去。大嫂啊！来哦来哦！紧的哦！姐啊，还是要搁行偌久啦？小姐今仔来才重啦。咁你会惊啦？问啥怎么做啥？好啦好啦。啊，迄什么声啊？闹什么声？点点啦！你是故意的。哦，怪不得。这个，你是安怎？头早喊真正伤济啊，哪想？袂用的哦，你若是安尼，讲起来当作是我。这个话，你动袂着。哦，啊，开始遐吵啦！闹吵，我都无闻到，去行啦！哎呀，你是安怎？敢讲你个？我来啊！小姐，救护员已经走啊，你明去找啊！你赶快出来，出来！看到你啊，你娘，有没有？娘，敢真正有遐吵？你啊，我无你拍死，所以这个臭屁激死。老公主，我刚才当送恁到市人，紧紧走。多谢老小姐，这点人情我永远会记。